我来关心国际消息，有要6万的摩洛哥移民硬装入去西班牙，伫咧北非的领土休达，其中已经有4万多人因为欠物资自愿回国。这个事件嘛引起西班牙民众的不满，批评政府的移民政策上过头令，也为着卖扫到红台尾，法国嘛调派安全部队加强边境的管制。 伫暝的休达海岸边，游玩有真侪人，慢慢朝向摩洛哥边境前进。在经过我两地的混乱了后，大约6万名拢伫休达的摩洛哥人中有48000人，伫西班牙军队甲国民警卫队的监管之下自愿退离。中方家己的国家，一个原本抱着移民希望挡伫边境的摩洛哥人，发现这毋若无美好未来，颠倒陷入欠粮，甲无优先对待困境，才会当失望翻头转去。 في ما كاينش ما يدار استقبال والو حتى هو كيتعاملوا شي معامله فريه والجوع ما لا حوانت فاتحين لا حتى حاجه 我6万名摩洛哥人为7月30开始陆续硬弄休达边境，规模极大风形容都像大军压境。地理位置特殊的休达，长期以来定面临移民弄入来压力。不过这一摆的进数已经毋捌看过。外界咧叫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初裁定，海上被偌济移民被当随遣返的判决，互真侪人看作是弄入来上好机会。西班牙政府随调派军队去维安，总理桑切斯对此也强硬表态。 Lo que ha sucedido en el día de ayer como un ataque, una violación de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 de España. 这个事件引起西班牙内外强烈的反应。桑切斯30日视察休达，途中拄到民众批评政府失职，刚支持大批西班牙民众组织伫首都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馆外口抗议。欧洲有派人士批评桑切斯政府移民政策太过零。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这是法律能力甲管理不善的结果。 It looks like an invasion of a country b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that same thing's going to happen to us if the Republicans don't get elected, except worse. Much bigger, much easier to get into. 这场边境危机冲击西班牙甲几个欧洲的边境安全，恐惊也会迫使欧洲紧缩移民政策。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